首先做個簡短嘅介紹啦，咁我而家係一位阿卡西記錄解讀師同埋直覺通靈師啦。咁而家目前呢，我都有提供阿卡西記錄嘅服務啦，同埋直覺通靈繪畫等等嘅服務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記得 IGDM 我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睇返正片。Hello， 話說我突然間好有靈感，好想 share 一下一啲嘢啦。咁所以決定咧就要即刻去拍一個片啦，咁樣就唔好介意咧。我唔知會唔會影到張台好亂啊，但我陣間會執嘅，即係當唔拍片嘅時候，張台就會變亂噶啦。咁就咁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即係今日啦。我今日我就做呢個阿卡西嘅連結啦，同自己。然之後咧，我就收到，我就聽到一句説話。等我一陣，我擺一擺喺度，我擺一擺喺度，我擺一擺喺度。呀，OK，等我一陣。嗱，佢呢度咧係咁講嘅。獲取答案信息唔一定只需要靠深度嘅冥想或者通靈去獲取，其實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你都能夠獲取到嚟自指導靈宇宙更高維度嘅信息。你即係呢句説話，其實我都有幾大嘅啟發，即係。我本身係諗住透過用阿卡西去獲取信息，但係我嘅 keeper 就反而同我講嘅係，你唔需要淨係依靠阿卡西去獲取信息。其實你日常生活中你唔使特登冥想，其實你都能夠獲取信息，因為無時無刻你生活中嘅每一刻每一瞬間，宇宙都俾緊信息你咯。但係你有冇覺察到呢樣嘢呢？就突然間 remind 翻我呢樣嘢。好多坊間，雖然我係做阿卡西嘅，但我都想講就係好多人透過塔羅啊、卡西啊、占卜啊各種嘅 channeling 嘅一啲 service 啦，去獲取一啲嘅答案。但係呢，你唔需要特登透過所謂嘅通靈去獲取信息，唔需要透過人哋去通靈去幫你獲取信息。其實你日常生活中，你嘅周遭已經一早出現咗你需要聽到嘅答案，但係你需要做嘅係覺察到、覺知到答案已經存在，宇宙同你講嘅一啲信息已經存在咗喺你嘅能量場之中、你嘅環境之中。但係你有冇留意呢？呢樣嘢點解我會突然間，除咗係今日做呢個阿卡西啦，第一句聽到呢句説話，我就突然間好有靈感啦。完咗連結之後，我就出咗街啦。咁我就同人喺 IG 度傾偈，然之後呢，佢就突然間 send 咗一句就係要相信嘅力量。呢一句説話係同我內心中嘅問題係好契合，即係點講？呢個我直頭覺得咧，宇宙已經係回答咗我嘅問題。你所有嘅問題，其實宇宙一早就已經將嗰個嘅答案放咗喺你嘅生活嘅之中噶啦。可能係身邊人朋友嘅一句説話，可能係你同陌生人傾傾下偈，佢突然間同你講嘅一句説話，又或者係你喺網上或者出街睇到嘅一句説話，或者係睇到嘅現象，或者係你 YouTube 睇到嘅段片，等等等等，或者係你朋友同你分享嘅件事。咁如何判斷嗰個就係來自宇宙、來自你指導靈等等等等嘅俾你嘅答案呢？就係用心去感受。其實係呢啲嘢係解釋唔到嘅，即係例如我好似啱先所講啦，我睇到嗰句要相信嘅力量，我即刻 Oh my God！我即刻係
我係真係被震驚到嘅嗰陣時係，當你睇到嗰個所謂嘅答案，你嘅心係好有感受、好有共鳴，與你覺察到睇到嘅嗰樣嘢係好有共鳴嘅話，咁嗰一個就肯定係宇宙俾你嘅答案。答案係自己揾㗎咯，答案係靠自己揾翻嚟嘅，而最準確嘅答案都係來源於自己，而最準確嘅答案都係做到最後，你都只可以依靠自己去揾，所以係啦，就係咁啦。所以就係得一個 reminder， 可能你會有好多問題啦，但係好多時候其實唔需要透過外界咁多嘅力量去幫你揾你嘅答案，除非真係搞唔掂啦，好大件事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周遭你生活上無時無刻，可以話上面啦，更高嘅力量已經一早俾咗答案你喺你嘅生活嘅每分每秒之中，但係你要留意咯，就係咁啦，拜拜。